有時我會聽到家長講，同細路仔講咩道理啊，講極都係嘥氣。甚至乎有啲家長會認為商量就等於俾機會小朋友唱反調，俾選擇佢哋就等於縱容，覺得同細路仔講嘢根本係徒勞無功。但係我想同大家講，其實呢種睇法未必全面。對於年幼嘅小朋友嚟講，佢哋當然未必能夠即刻聽得明我哋背後嘅大道理，但係咁樣唔代表我哋就唔需要講，唔需要引導，亦都唔代表佢哋冇能力學習，冇能力感受。試想想，雖然細路仔未識分咩叫對同埋錯，但係佢哋能夠感受到你對佢嘅態度。你係講說話堅定，定係同佢鬥大聲？你係話事人，定係佢都有權 say no？ 呢啲感覺就係佢哋學做人嘅第一課。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有時我哋會用有限嘅選擇去引導孩子，例如當孩子唔願意刷牙，你可以大聲疾呼落命令去要求佢快啲去刷牙，但係同樣你亦都有另外一個選擇，你可以嘗試同佢講，你想先飲啖水，定係先自己試下擠牙膏？小朋友聽完會覺得自己有選擇權，但係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掌握之中，但因為家長嘅語氣、態度等，佢哋會更大機會配合。呢啲就係引導，呢啲就係教養。佢唔會一夜之間變乖，但會一步步開始學識反應、識判斷、識接受規範。至於有家長認為溝通無效，其實有效嘅溝通唔係講長篇大論嘅道理，而係要講得扼要，唔係講大人嘅理論，而係要講小朋友聽得明嘅說話。再加上我哋嘅重複、示範同埋陪伴行動。好多家長都會問我 Ken Sir， 我個仔講極都唔聽。我成日都會同呢啲家長回應，話俾佢聽，唔係你講得太多，而係我哋太快想見到結果。要有成果，必先經過訓練嘅階段。有時講少一啲，做多一啲，反而更能夠讓年幼嘅子女入腦。比起一味嘅高壓命令，小朋友做得唔好，唔係等於佢哋曳，只係仲未識。所以我哋更加需要時間去陪伴，而唔係放棄。當然，我都同意唔係所有事都適合選擇，例如有關安全問題、原則問題等等，一定要有清晰嘅界線，唔好令孩子誤解界線可以推移。喺家庭教育中，如果所有事家長都一言堂，呢一種家長說了算嘅教法，有時反而會令到小朋友越嚟越抗拒，甚至唔肯講嘢。最後唔單止教唔好佢哋，仲破壞咗大家嘅關係。所以尊重唔係等於放任，堅定唔係等於我哋要惡。年幼嘅孩子的確未必能夠明白深層嘅道理，但係只要我哋願意俾機會、俾時間，佢哋一步一步一定學得識。尊重唔一定要長篇大論，而係要睇下我哋自己用咩態度去講嘢。教養唔係講大聲就能夠成功，而係佢喺你身上能夠學到啲乜嘢。每個小朋友都值得我哋相信，而每位家長都可以做得更加好。我哋唔係要完美，我哋只係需要陪住佢哋一齊學，一齊成長。